大家好，我係 Polly。今日我想同大家討論一個非常之嚴肅嘅話題，就係澳洲嘅天氣係咪真係有病嘅呢？如果你喺香港，夏天就係熱，冬天就係凍，好容易預測嘅。但係如果你嚟到澳洲，特別係墨爾本又或者阿德萊德，你就會發現早上係冬天，下晝係夏天，中午係夏天，下晝就係秋天，夜晚又變翻冬天啦。呢度嘅天氣咧唔係怪，係直頭人格分裂咁樣啦。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去拆解一下澳洲天氣嘅10大黐線位啊，同埋點解喺澳洲睇天氣預報咧就好似一種行為藝術咁。仲有啊，未 subscribe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埋撳下面嘅鐘仔啦。第一，一日四季，墨爾本係渣男嘅代表。講到天氣怪咧，首選一定係墨爾本 Melbourne 啦。咁呢度咧就有一句話咧，就叫做 Four Seasons in One Day。咁你可以咧朝頭早8點出門口嗰陣咧得10度，你可能要着羽絨啊或者厚褸。到咗12點咧，突然間變咗32度，你喺街度咧好似白痴咁拎住一件羽絨或者厚褸啊。到咗下晝3點咧，你估下咩事？突然間落場大雨，溫度突然間急降15度。咁喺墨爾本生活咧，最緊要嘅技能咧唔係揾工，而係洋葱式着衫法啊！你要好似剝洋葱咁，一日之內咧不停剝件衫落去，然後再着翻上去咁樣啦。第二啊，就係紫外線 UV light 係殺人嘅武器，唔係講笑啊！好多女仔咧過到嚟想曬黑，但係澳洲嘅太陽咧係會曬傷你，而唔係曬靚你嘅。因為南極臭氧層穿咗窿嘅關係咧，咁澳洲嘅 UV 指數咧係全世界最高之一。咁喺呢度咧，你只要喺太陽企15分鐘而唔搽防曬咧，你個膊頭咧就可能變咗做燒豬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澳洲嘅政府咧由細教到大 ，sleep slow sleep， 着衫、搽油、戴帽。咁喺呢度咧，防曬唔係為咗靚啊，而係為咗保護你啲皮膚，防止皮膚癌。第三啊，乾到爆，靜電係日常。咁澳洲除咗昆士蘭北部咧，大部分地方咧都極之乾燥嘅。乾燥到點？我啱啱嚟嗰陣咧，啲手啊甩晒皮啊嗰啲咁樣。最慘咧就係靜電啊！有時你同朋友咧握下手都會啪一聲，你開車都會啪一聲。咁喺澳洲咧 ，cream 啦、保濕霜加濕器咧係生活嘅必需品啊！否則咧你返幾年工咧就會好似老咗好幾年咁樣啦。記得保濕。第四啊，就係昆士蘭嘅暴雨炸彈。咁你以為黃金海岸咧叫 Sunshine State 咧就日日有陽光？咁錯啦，夏天嘅昆士蘭咧係暴雨嘅炸彈嚟㗎。前一秒咧仲藍天白雲，下一秒咧個天咧就黑晒㗎啦。但係遇到咧好似有人喺上面倒水咁樣啦，仲會咧隨住極之誇張嘅雷暴添。咁呢度嘅雷聲咧會震到你間屋都震埋啊！最神奇嘅係咧，佢落完15分鐘咧，佢可以即刻又出翻太陽，好似當冇事發生過咁添啊！第5啊，澳洲嘅夏天40度係咩感覺？澳洲嘅熱咧係乾熱嚟嘅，40度嗰陣啊，你感覺自己好似喺焗爐入邊吹過嚟嘅風咧係熱嘅，好似有人攞住風筒對住你塊面吹咁樣啦。但係咧有一個好處就係，因為乾啊，佢唔會好似喺香港咁流到成身黐粒粒啊。不過咧，你就要小心啦 ，bushfire 即係山火。夏天咧，只要一熱咧，全澳洲人咧個心都會提住啊，因為一旦吹起一啲乾熱嘅風咧，山火好容易失控嘅。第6，2月落刨。2月喺澳洲最熱嘅夏天咧，但係澳洲嘅夏天咧可能會落冰雹嘅。呢度嘅刨咧唔係冰碎，好似網球咁大粒啊，超大粒，一粒粒咁樣。如果你架車泊喺室外咧，你個車頂咧會被揼到好似凹咗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澳洲買車保險咧一定要睇清楚有冇包埋 hail damage 啦。咁呢個咧真係澳洲打工仔嘅集體回憶同埋噩夢啊！所以咧，你架車睇住啦。第7啊，西風 The Northerlies， 情緒殺手嚟嘅。喺墨爾本同埋悉尼咧有一種風咧叫做 Northerly Winds， 咁呢啲風咧係由澳洲中間嘅大沙漠吹過嚟嘅乾熱風。咁呢一種風咧一吹咧，人會變得心煩氣躁。
咁科學研究咧就話呢一種風咧會影響空氣入邊嘅正負離子啊，令到人嘅自殺率咧同埋犯罪率上升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見到澳洲人嗰日特別燥，可能唔係因為佢人品衰，可能係吹緊西風咧。第8啊，草地熱 hay fever 嘅人咧呼吸都係嘴。咁咧澳洲嘅春天咧係好靚啦，但係咧對於一啲 hay fever 即係花粉症嘅人嚟講咧，可能係地獄嚟嘅。澳洲嘅草地同埋樹木產出嘅花粉量咧係極之驚人嘅。如果咧你喺街上見到人喊晒口、流晒鼻涕，佢未必係失戀，可能係 hay fever 發作啊。最嚴重嗰陣咧，就係墨爾本仲會出現 thunderstorm asthma， 雷雨咧將花粉咧整碎得變得好細，吸入肺部咧可能會攞命㗎。第9，暖氣比冷氣更重要。咁好多人咧都以為咧嚟到澳洲第一樣嘢要買咧就一定係冷氣。咁事實係咧暖氣先係命脈啊！因為咧澳洲好多屋嘅隔熱咧都做得好差嘅，個 insulation 係垃圾級數啊！咁夏天個屋咧就好似焗爐咁，冬天咧就好似雪櫃咁。喺墨爾本又或者 Tasmania 塔斯曼尼亞嘅冬天咧，如果冇暖氣，你真係可能會喺客廳度凍死㗎。第10啊，天氣預報只供參考。最後一個冷知識咧，就喺澳洲咧睇 Bureau of Meteorology 啦嘅 app 咧 BOM 咧，如果佢今日又話5% 機會落雨咧，你一定要帶遮，因為嗰5% 通常都會喺你身上發生。如果佢話今日30度咧，你一定要帶多件褸啦，因為可能轉頭變咗15度。咁澳洲人咧對天氣嘅預報嘅態度咧就係聽住先啦，但係一定要做兩手準備。不過我相信好多地方都係咁嘅天文台。總括而言，點樣去適應？講咗咁多，澳洲嘅天氣咧雖然好似好怪咁，但其實咧都有一種魅力嘅，因為你永遠都唔會覺得悶啊，每日都有驚喜或者驚嚇。最緊要咧就係第1，搽防曬 ，sunscreen is life。第2，多層次嘅着衫啦，要 layers 嘅。第3就係接受現實 ，it is what it is。唔知你喺澳洲經歷過最黐線嘅天氣係點呢？又有冇試過喺40度嘅高溫底下咧行？又或者有冇見過超大嘅刨冰呢？又或者定係你喺墨爾本一日換幾次衫？記得留言話俾我知你崩潰嘅經歷啊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咧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， 繼續支持我寫稿啦。又或者可以請我飲杯咖啡喺 Buy Me Coffee 嗰度，下面有條 link。我係 Polly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